来关心医疗新闻，有这个花春名医外号一个姓吴的医师，进前捌去卡到台半所的走私案，即马又搁被人指控讲，伊伫医美诊所替一个有这个车无界林志玲外号一个姓出来马道呢，自牛郎点的时，伊当场就无开啊。到即马医院伫分别，月初呢，警方已经到伊所开医美诊所去搜索有查扣手机啊等等的证物。经过了解，迄一天姓吴医师做完这个大档了，敢若就已经离开诊所，留一个无护理师执照的助理。家属是表示讲，明显是诊所伫剂量方面的疏失，不过诊所回应讲是麻烦家己调的剂量。香港就是汽车model林志玲的带姓 model， 并且买将有3万，因为失眠就到医美诊所注射治疗，不过却发生意外。 不管哪一种品牌，音波的原理是这样子。各位看一下，这就是音波的探头。那负责的医师就是互人讲做抽脂教父、花春名医的吴姓医师，伫咧医美界真受欢迎。不过进前被涉入太猥琐的走私案，即马佫惹出医疗纠纷。顶个月25，带姓女子伫咧亲友的介绍之下，到吴医师的诊所做困眠的电波疗程。当日互注射人工牛铃针的困眠针了后，就开始昏迷，当场就无喘气、心跳、昏迷。 伫边2礼拜，目前昏迷指数3也伫咧加护病房。员工是先生一位嘛，然后院长在上班。警方6月初到诊所敲诈，因为家属怀疑是医师使用的牛铃针剂量伤济，不过诊所却指控是患者家己甲吊大档的速度开甲上大，才会致使意外来发生。不过家属要求要调监视器，诊所却表示监视器的系统故障，当日的影像无留存，诊所到目前拢也无回应。 有关涉及过失重伤害及医疗法行者，本文即将依法调查。为了查清手术的过程，警方已经查扣涉案的手机啊等证物，嘛甲负责人吴姓医师，佮有在场的医护人员带倒去分局。对牛铃针的剂量，双方的讲法拢无共款，将做抢救病人以外上界重要的查明重点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